好，这几单咱的政府为了重视母语的发展，即马有不少图书馆的职工开始用母语来广告。因为着要确保品质哦，新北市立图书馆都有安排台语的课程，希望广告的职工呢会当通过认证考试，提供正确的台语词陪伴囡仔来大汉。 放假的时阵，我就伫咧图书馆讲故事，互囡仔听。披萨这是新北市立图书馆的志工，放假时就伫图书馆讲故事，互囡仔听。原底是以华语广告为主，这几档政府宣传母语的重要性，因和其他的志工朋友开始练习用台语来讲故事。图书馆嘛观察到，有当时志工的台语无够正确，所以特别开台湾台语认证课程，希望这寡志工拢会当通过台语认证考试。有当时咱若讲唔对，咱后一代都学唔对啊。所以，阮会希望讲，咱的志工朋友，咱咧讲故事的时阵，会用用上好的、上正确的这个语言。所以，阮感觉上简单的方式，就是拜托志工朋友，因能够去考这个认证。阮嘛想讲，若有这个课程，阮就会当啊，豆来去接触，吼希望阮嘛是爱考会过啦。 长期关心台文科仔的地顺聪指出，关键的台文科仔是母语家庭、教授、老师、台文产业工作者等等的团体组成的。伊最近也发现，这阵用台语广告的志工，会当成做扩大台文科仔的关键之一。故事志工是一个足重要的族群，起码无论是图书馆的诊所，愈来愈侪的讲，咱是用台语来讲故事。拄开始因。 可能爱需要一寡语言的专员，由于华语变做台语，佮做一故事志工，因本身的语言能力就做好的，台语甚至是因第一语言。地顺聪也甲这阵台语广告的志工合作故事先生，伊推算目前全台湾拢做5000几个故事先生，是台文科仔未来应该积极接触的对象。伊也建议政府会当伫咧公共场所颁奖予这阵故事先生，互因感觉家己做的代志是真有意义的，也较有气力继续推广母语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新北报道。